8 LGG， 呢度係 BA7MAX。使用設備係鍵嘅 N-300，通過 N-DN 嘅制式上台。低功率啦，你抄收我嘅話音如何？下邊係我嘅報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 ，over。明白。但係如果佢個 PP 鍵有問題嘅話咧，佢係1、2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 over。個時喺度同我一樣收到㗎，但係因為我冇錄音，喺大概12秒嘅時候跳咗嘢，但係因為我睇緊嗰個盒仔係12秒嘅時候跳咗下 over。抄等等嘅 NFC 反饋一下有冇？我反正就調個網絡，再加上咧就重啟咗盒仔，睇睇 over。咁樣咯，你嗰邊信號唔穩定啊，斷開咗啊，所以會有嗰個提示聲音上嚟啊。你睇下換一個盒仔再測試一下，你嗰邊的而且確係網絡斷開過 over。抄，好嘅。咩嘅事？係咪同我講一樣啊？佢唔係咩㗎，唔係幾秒嘅問題，佢係隨時隨地，佢攞跳咗下，我懷疑個盒仔嘅咩頻片啊啲咁嘅嘢，會有啲斷咯 over。唔係頻片，佢應該係類似打唔開個盒仔，咁樣跟住斷咗一下，再重新連接嗰個，即係等於我哋喺模擬嘅情況下，打開 MDC 嘅情況下，你 PTT 鍵唔靚嘅情況下，你就會講一句説話，當中佢個 PTT 鍵係會甩開咗，嗰個 MDC 信又係會入咗嚟，再重新繼續講嘢嗰種情況咯。所以一係就盒仔嗰個網絡問題，一係就 PTT 鍵有異常咯。明白。但係如果佢個 PP 鍵有問題嘅話咧，佢係而咧，我又冇做任何調整，你又冇做任何調整，就係 OK 咗，係你嘅電嘅問題定我電嘅問題咧？會唔會同電池有關咧？就係你寫頻問題啦！你而家照翻我發俾你嗰張圖片啦，而家就冇事啦，就係你寫頻嘅問題，你自己設置問題啊！你咪我發咗我嗰個6張圖片俾你，你根據你唔同嘅你自己個之後就唔做得啦。而家就係你寫頻嘅問題，一定係你嘅問題。over。既然有 PCC，呢台 BG7NO 使用鍵 N-338 NSDM 模式上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 over。over。冇問題 ，NNO 老師。呢個 LGG 有啲咩回聲？GG 收我2位有冇嗰個提示語音啊？
MS，我呢度冇咩聲音。北海 MNO 都冇，北海 MNO 都冇。咁即係你之前聽到 NNO 有嗰個提示。有少少斷咗，我隻 DM 啊稍後。確定肯定冇㗎啦，我通電過㗎咋。插入，呢度 MAS 收貨是否有嘟嘟聲啊？應該冇嘟嘟聲係嘛？冇嘟嘟聲啊！揾多兩台機，最少有3台機在線，咁樣就可以確定到問題啦。唔知係近咪冇氣，即係啲時間嘅問題。咁琴日下午啊 NYV 又話冇收到，即係嘟嘟。其他我批人試過單獨嘅幾個啦，超速啦攞啊 MA1 個市啊幾個，佢講確定肯定冇㗎啦，我通電過㗎咋。